天花式冷氣機安裝維修指南，專業冷氣通快速上門服務。天花式冷氣機為何受歡迎？天花式冷氣機是一種高效能、節省空間的冷氣設備，廣泛應用於商業辦公室、餐廳、商場及家居。相比傳統壁掛式冷氣機，天花冷氣機安裝在天花板內部，能均勻地將冷氣送往四周，不影響室內美觀。然而，安裝與維修不當可能會導致冷氣漏、製冷不足或運行異常。冷氣通專業提供天花冷氣機安裝、維修與清洗服務。我們承諾透明報價、無隱藏收費，快速上門，提供即日安裝與維修。專業保養，提升冷氣機效能與壽命。天花冷氣機安裝與維修的關鍵點：一、天花冷氣機安裝前的準備。選擇合適的冷氣機型號，需根據室內面積與天花結構決定，確保天花板有足夠的承重力與安裝空間。規劃排水與電力接駁位置，避免後期改動增加費用。確保通風良好，避免冷氣循環不良導致能耗增加。二、常見的天花冷氣機維修問題：出風量減弱，可能是爐網堵塞或風扇損壞；冷氣的水可能是排水管堵塞或安裝角度錯誤；運行異常可能是壓縮機故障或電路問題；異味與細菌滋生可能是冷氣內部長期未清潔。解決方案：天花冷氣機保養與清洗。三、為什麼要定期清洗天花冷氣機？提升製冷效果，減少能耗，延長壽命，減少維修費用，預防細菌與霉菌滋生，確保空氣清新，減少異味，提高空間舒適度。DIY 清潔天花冷氣機的實用技巧，4具體步驟。步驟2：打開冷氣機面板，取出爐網。步驟3：使用清水或專用清潔劑閃爐網，晾乾後放回。步驟4：清潔排水管，確保通暢。步驟5：專業清潔冷凝器與風扇葉片。專業建議：每3到6個月請專業技師進行一次深層清洗與檢測。常見問題 FAQ Q1：天花冷氣機適合哪些空間？ A1：天花冷氣機適合辦公室、會議室、商店、家居客廳等，能提供均勻製冷效果。Q2：多久需要清洗一次天花冷氣機？ A2：建議每3到6個月清潔一次爐網，每年安排專業清洗以確保效能。Q3：冷氣機的水怎麼辦？3：可能是排水管堵塞或安裝不當，建議找專業技師檢查與維修。Q4：天花冷氣機的維修費用是多少？ A4：維修費用視問題嚴重程度而定，冷氣通提供免費檢查與透明報價，讓你安心維修。Q5：安裝天花冷氣機的過程需要多久？ A5：標準安裝通常3到5小時內可完成，視乎現場環境與天花結構而定。服務範圍：我們的天花冷氣機安裝與維修服務覆蓋以下地區：香港、九龍、新界，包括調景嶺油塘、藍田、觀塘、牛頭角、九龍灣、彩虹、鑽石山、黃大仙、樂富、九龍塘、石硤尾、太子、旺角、油麻地、何文田、黃埔、荃灣、大窩口、葵興、葵芳、荔景、美孚、長沙灣、深水埗、佐敦、尖沙咀、金鐘、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、天后、北角、柴灣、沙田、大埔、屯門、元朗、天水圍等。立即聯絡冷氣通，預約天花冷氣機安裝與維修。